今次想同大家介紹位於屯門嘅新居屋設計作品兆湖苑。兆湖苑位於屯門碼頭龍門路75號，喺香港房屋委員會興建嘅居屋2024新屋苑之一，總共提供咗2768個單位，實用面積由297到480平方尺，預計喺2027年4月30日完工。校網方面，小學係70校網，中學則喺屯門區。呢個屋苑採用組裝合成建築法建造，同安盈苑一樣。呢種方法運用預製組件喺廠房生產，之後喺工地組裝，能有效加快建造速度。不過，要注意結構牆同防火牆嘅改動會有限制。講返今次呢個低層單位，睇下平面圖，原本設計係2房，但設計師好巧妙咁將佢改造成3房，低成本高效率，完全滿足住戶需求。呢個單位以現代風木質調為主題，營造出溫馨又放鬆嘅生活空間。係用色方面，設計師透過白色同淺灰色同原木色材質嘅自然氣息巧妙搭配，呢種深淺對比嘅配色，令空間有層次感之餘，亦希望令屋主喺家可以享受到療癒嘅寧靜氛圍。喺客飯廳設計上，以白色同淺木材質嘅訂造家具為主。玄關同飯廳嘅亮點就係一體化嘅儲物櫃、換鞋區同卡座設計，完美滿足屋主多重需求。唔單止提升生活便利性，仲有效解決咗儲物難題。白色卡座設計令屋主喺屋企都可以享受好似咖啡廳咁輕鬆嘅氛圍。卡座下面仲增加收納機能添。客廳另一個亮點就係特色電視牆，採用雲石紋同木材質搭配，加上懸浮式電視地櫃設計，特別適合小空間。不單止減少咗壓迫感，仲方便清潔地板。由客廳通往睡房用嘅白色趟門設計，有效節省空間，提升整體嘅整齊感同美觀度。帶大家睇下主人房啦，雖然空間有限，但可以集休息、儲物同化妝區都唔成問題。薄款化妝台同衣櫃一體化，省空間又實用。女戶主嘅化妝品、護膚品同飾品都有位放。白色高身衣櫃加木條子坑紋設計，簡約有個性。近乎2.4米高，提供足夠儲物空間，真係好實用。帶大家睇下睡房啦，設計延續咗主人房嘅風格，整體感覺更加統一。呢間房將書桌放喺窗邊，充分利用自然光，仲提高學習效率，實現最佳功能性同美觀設計。原本係2房，設計師根據可用空間，巧妙咁設計咗新佈局，冇改動原本結構。喺客廳偷位劃分出一間睡房，變成2+1間隔。雖然組裝合成建築法限制結構牆同防火牆嘅改動，但 Base Design 團隊透過巧妙設計，唔使拆牆，都成功為業主打造出兼顧美感同功能嘅理想家居。希望大家鍾意今次介紹嘅設計。想知更多 Base Design 最新資訊，記得 subscribe 我哋 YouTube channel，follow Facebook 同 IG 啦。